作為 ViuTV 新任職員工，唔玩 game show 啩？一於去呢度啦。後尾有人堂啊！於是 Sport 由男團化身成學生會內閣，接受1連串嘅遊戲考驗，經歷爾虞我詐、勾心鬥角嘅心理戰，誓死爭奪校方之金。學校內閣 Sport 要上巔峰，我哋做事肯定唔會鬆。要做要多，不定要好，戰鬥復款，仲未夠後，向上爬，向上爬。波中出了2個叛徒。Dear Sport，今日7位成員入面將會有2位內鬼暗中搗亂，嚟緊將會進行3個遊戲考驗，你哋贏得嘅資金會放入喺學生會金庫，但係2個內鬼亦會從中作梗，令到學生會損失資金，可以代入佢哋嘅內鬼金庫。而內閣 Sport 任務只得1個，就係成功揾出2位內鬼，贏得學生會金庫嘅資金。假如只係揾到1位或者揾唔到內鬼，即屬失敗，2位叛徒就會贏得內鬼金庫嘅所有資金。Good luck，你真誠的神秘人想。我哋上去揾咗主任先啦。好，Go， 順便揾埋嘢飲。學生會內閣 Sport 將會經歷1連串，從而賺取，想唔想要啊？想。開始遊戲之前熱一熱身先，接得少就蝕啦，因為越接得多。3、2、1 ，Sport Union。咪先，但我記得好似係要正方形嗰啲先飛得最遠嘅喎。對接之後好似係唔知咬一下啦。你係咪內鬼係咯，內鬼啊！紙飛機都唔識知。而家佢係要數量定係要性能㗎？性能，誒，梗係2樣都兼顧啦。喂，內鬼唔好突然停止內鬼喎。喎。嗱，已經開始咗3分鐘啦，有位同學。紙寫嗰啲球類活動係想點啊？應該一場偷飛機嘅球，喂佢偷我飛機喎！喂，團隊啦都話嚇唔係啊，有分你同我個飛。冇分㗎，我驚你唔夠位擺啊！內鬼。好，夠鐘。正常嘅，因為啱啱只係熱身啫。接完啦。係接飛機。好，去操場。喂，接飛機。行啦，Onion，我哋。Onion。頭先你哋接嘅飛機咧，係代表住時間關係 ，Sport 已經自行分點放飛機都唔會俾人鬧咧。 Let's go。呢個籃球啊，呢個咩事啊？真係用到捕蟲網個捕啊！機到咯。哇，好勁喎 Alpha！嗱，呢個諗緊係咪玩嘢？同埋隊友都有配合。我第一隻係接到，講真。而家我哋就知啦，如果 Dave 喺度揸流灘，我就知道佢係咪臥底啦。我哋 test 下佢好唔好？唔浪費機會喎，扮晒嘢啊內鬼！最後3分鐘。喂，呢個佢真係跌咗。鬼咯，放傷咗啊！佢咁樣夾咗架底，跟住放手由佢跌咯。內鬼。委屈都要繼續㗎，紙飛機上面寫咗即將要射波嘅球類，代表唔同嘅資金，乒乓波有成500蚊㗎。哇！喂，梗係穩陣射啦。但我哋頂埋佢，我哋一皮嘢啊！你哋提大家一個資訊，你哋第一位挑戰者 Alvin 咧，佢係借18個籃球、4個網球同埋1個乒乓波。OK。第2球。哎呀！加油啊！拋埋線向上向天。哎呀！大力啲，大力啲，大力。冇啦，冇咗1200蚊啊！有1000蚊嘅進帳。下一個挑戰者係牛牛，桶金喺你度喎。你入2個就贏1000。咪加油！快擘大口喎。3。認真喎呢位師傅。計咗啊！冇啦，唔計啊，計唔計？冇入嗰啲唔計噶嘛。你擘大個口就入噶啦。啊！500蚊一個啊！哎呀！喂！哎呀！我有 feel。入。哎呀！仲係之神。加油！牛牛呢個成績係咪你嘅預期啊？我覺得乒乓波嗰度可以再進步咯。挑戰者係 Dave， 咁你有信心係入到幾多 ？OK。係。OK。3中1，3中1麻麻地喎。好。
唔係內鬼，都幾肯定係㗎啦。其實 Dave 係唔使諗嘅，一定係投佢。因為咧佢嗰種狀態係。Game 2轉身射個3分波，成績公佈 ，Alvin 入咗5個籃球，一球籃球得到。換言之，你哋為內國所爭。由於投射前窗嗰度，恭喜晒你啊3個加。恭喜晒！啊！大家都記得啦，我哋一開始額係準備咗1萬蚊嘅啫嘛。今日呢個計劃嘅總金額上調，咁開心做咩啊？分晒嗰2萬蚊㗎啦！你個字不 Sport Union， 咁開，大家經過一輪遊戲，我覺得呢2個半，因為我覺得哥頓今日好靜，唔使特登揾嘢講㗎喎。我啱啱宣布有你個錢罌裏邊有1萬蚊嘅。因為我呢下幾醒，呢下跳得好快。總之你係好開心。好啦，你我冇解釋就係覺得我唔識講佢嗰個唔同啦，但係佢係有個感覺，包括就係 Dave 上格。喂，唔係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偷嚟。唔係你偷係邊個？嗰下。你啱喎，其實佢偷玩啫嘛都係得咁多嘅啫嘛。玩啫嘛，佢純粹出於手多嘅啫。應該個係牛。我可以解釋嘅，點解咧？我哋宣佈呢個金額嘅反應有少少奇怪。我嘅選擇係同哥頓一樣嘅，兩個都係。Dave 就唔使講穿晒煲㗎啦。你接住啲嘢嗰陣咧，佢有一個我抌得應一應俾佢，佢夾咗喺度，佢咁樣放手啊！啊！你今日狀態好差喎。第二個我仲諗緊，我覺得係呢2個其中一個。嚟緊每人有2票投俾懷疑嘅內鬼成員，最高票嗰2位需要進行驗證，驗證結果會發送到 Bosco 電話，信息會顯示冇內鬼或者有內鬼。請注意，就算顯示有內鬼，都可能係1個或者2個㗎。咦？咁一係我哋揾一個一定係好人，同埋係好人。我咯 ，firm 一個先，firm 一個先。係咯，firm 咗先，firm 咗先。因為呢個情況最點？去到驗證嗰陣時，即係我明明已經淨係做我自己本分嘅啫嘛，佢哋咁樣督我出嚟喎，仲要6個人都係咁喎。啲新初人咧，喂，呢位新初人。爾虞我詐。初級大嘅大鑊啦！點做啊 Food Panda 呈獻 Sport 新丁企劃，聽晚10點半 ，Fail TV。